小朋友好！哇，错不你5年间都有10种了，10种多多么？昨天端午节你们有没有吃到多多的东西啊？有没有像波卡线上波卡改鸟儿咪咪熊有10种啊？太 Q 啊！有没有像我们家的咪咪一样吃到胖嘟嘟的呢？咪咪啊，关的波卡当日总得出去，祈求吃饱了饱些。咪咪哦，在家里呀、关在家里都不能出去，所以只能吃饱睡，睡饱吃。所以基本上你改口餐就是运动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运动一下咯。什么运动呢？嘛该运动呢？等一下，小朋友，你的话就会听等线上2篇地图改逆词和穷汉念。等一下呢，你们就要跟着老师的语词来念。可是呢，如果你都都是炸弹的时候，你就要怎样？空起来，头就要怎样？变得了，然后要大声的说炸弹。哦，这样知道吗？如果不是炸弹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做那个爬龙栓划龙舟的姿势哦，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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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哦，然后嘿咻嘿咻，没安妞婷婷还要加线上看到的你看到的那个凸卡嘿逆词嘿马盖。那是讲你看到嘅係玩，那你就要说玩；你看到嘅係出快乐，你就要说出快乐。如果你看到的是趴呢，那你就要说趴呢，这样可以吗？如果是炸弹，你就要说啊炸弹，给空气了咕下去，赶快蹲下去哦。好，像咪咪熊样哦，干杯，不可以这么抬跳。然后我们今天做完这个运动，左身逆次2后呢，你就走得下课嘞。语词念完就可以下课咯。那作业要怎么上传呢？就是请你看2篇改哈，请你在看着影片的时候呢，请不看音在家里的人呢，从旁边帮你录影，看看说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嘿咻嘿咻爬龙栓讲语词，有没有很认真的划龙舟讲语词？韩国看到炸弹来干哈？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啊？炸弹？如果有，然后家长录起来呢，这就是完成你根本你改功课咯，那就是完成你今天的功课咯。加油！小朋友准备好吗？等一下，历史要开始咯。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咯。请你准备好开始，就听等线上念。拄到炸弹，你就会讲炸弹，韩国哭下去。请你跟着老师一起念，然后遇到炸弹的时候，你就要跟着老师一起蹲下去，数10秒，然后再起来哦。好。然后，你开始对10算到1，我们现在开始一起从10数到1咯。10、9、8、7、6、5、4、3、2、1。玩出快乐，痛惜洗澡，攀呢，玩炸弹。玩贴吧，玩工，攀呢，洗酒，痛惜，贴吧，太痛惜，炸弹。
痛西sit ra thiệp bơ pan gia than thiệp bơ sit ra vòn cung pan sit chiều tô thiệp bơ sit chiều痛西sit照炸炭sit ra台痛西vòn cung thiệp bơ pan sit照痛西vòn炸炭多台痛西出快pan sit照痛西蹦sit ra thiệp bơ蹦出快thiệp bơ vòn cung蹦thiệp bơ vòn痛西sit chiều pan蹦出快台痛西pan蹦痛西thiệp bơ vòn蹦sit照tô sit chiều vòn cung出快thiệp bơ sit ra蹦出快vòn蹦痛西蹦sit chiều tô蹦差
同时快乐出是啊，蹦。差儿玩攀呢？游戏结束嘞！游戏结束了，小朋友又出汗吗？有没有出汗啊？今日嘅遊戲就到了，今天的遊戲就到這裡。係講義和上外教，如果你還繼續想玩，你做的國教一班，你可以再玩一次哦。長來了。